今次我哋好榮幸能夠成為 SGS 香港首批獲得 ISO/IEC 42001認證嘅通訊行業公司。第一線作為 AI 服務供應商，一直致力於用 AI 推動智慧數碼轉型，唔單止追求技術創新，仲好重視管理系統嘅完善同優化。呢個認證證明我哋嘅努力係得到國際認可，確保我哋嘅 AI 服務安全合規，而且係嚴格跟隨國際標準。係由一個國際標準組織發表嘅一個國際管理系統標準。咁 ISO 42002咧係一個比較範圍涵蓋比較廣，亦都係針對管治嘅標準，亦都係第一個涵蓋 AI provider、AI producer、AI user 三個 AI 場景嘅一個國際標準。咁係有別於坊間啦，好多標準咧淨係針對個產品或者平台本身嘅啫。ISO/IEC 42001標準對 AI 系統要求好嚴格，涵蓋咗風險管理、安全防護、數據品質、系統效能同責任保障等方面。呢個標準確保服務供應商、開發者同用家都可以好安全同埋責任咁建立、實施、維護同持續改善 AI 管理系統，務求做到安全可靠。我哋嘅 AI 善靈系列成功取得 ISO/IEC 42001嘅認證。呢個認證涵蓋咗我哋產品從技術研發到商業應用整個週期，證明我哋有能力提供合規同埋高品質嘅 AI 解決方案，俾客戶用得放心。首先恭喜第一線作為香港頭一批攞到認證嘅公司啦。對於第一線本身個推動力有幾方面啦。攞到認證肯定係對投資者、對合作方、對供應方一個好正面嘅一個信息，就係我做 AI 提供呢個 AI 服務係一個合規同埋合管治國際標準嘅一個服務。咁對於公眾嚟講，或者你哋嘅用家顧客嚟講，亦都係一個好處啦。咁對於你哋公司嘅管理同埋你哋嘅聲譽，都係對你哋非常之有幫助啦。咁所以認證嚟講，喺無論經濟上喺技術上，都提供咗好處。對第一線真係一個好重要嘅里程碑，係我哋團隊默默耕耘嘅成果，證明我哋 AI 管理系統已經走喺行業嘅前列。作為 AI 新基建服務供應商，我哋唔單止專注喺技術嘅突破，仲好重視建立一個安全可靠嘅 AI 生態系統。呢個認證推動我哋繼續與時並進，嚴格遵守本地同國際嘅法規，持續優化我哋嘅服務質素同管理系統，確保滿足客戶嘅需求，幫佢哋迎接未來嘅挑戰。